这次我们追鱼的一个上下版呢，比之前要改动其实还是蛮大的，特别是我们的武打场面，因为加入了新血液，然后有很多男生，所以说武打场面非常精彩。对于上半场来说，其实导演在构思舞美和我们的服装，包括一些调度上，其实也是改动很大的。那么这次的鲤鱼呢，会更加的跳跃，和牡丹的反差会更加大一点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童薇薇导演可能会在鲤鱼跟张生的那个人物上面有所丰满，特别是张生的憨厚、书卷气。那鲤鱼的俏皮这方面它突出了，然后在2度创作上面有了很多新颖的表现手法。在戏中有很多细节的变化，就是我们导演在这个戏中，把珍包公这个形象里面穿插了很多，加入了齐派老生的一些动作。2014年的时候还去徐老师家拜访过他，然后他还帮我抠了就是追鱼中的书馆一折，当时的一些情景还历历在目。他跟我说，你眼睛里要看到鱼，要真的看到。所以每当演到追鱼那个鲤鱼。
岳父见我家道平宁，不理不睬，命我公道采草堂。3月来，必与小姐见一面，彼此堂，可否把我记心藏？姻缘本是前生情，有才子曾经是一张。他今夫3代不早怕一许，我张真啊何时得中长远郎？又听得一声声鲤鱼摇郎，把月影闪成了寒的荧光。鲤鱼，鲤鱼你那里凄凉随风，我这里寂寞诉望，我怕前情愫难空，空茶香满腹惆怅。鲤鱼无知，我识他做甚？还是读书去吧。
也迷神，变做了美女，要害我脱手啦！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？小妹儿虽叫牡丹，却有归不识天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果然是牡丹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实在言语冒犯。哎呀，有才呀！是有才！哎呀，哎呀，不过呢，是不过。小姐，小生死亡前来啊！你我还是在月下当手啊！小姐，请。鱼。咋啦？一个英俊的小人儿，长啦，小姐。我长人愿拿来投情意，梦若无明我才比不但关公所问，我常把是神恩的张玉，真乃是无缘难把龙女情。今晚多关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境？不知为弟弟做事天是春，海郎君王君不对万岁婚，风海雷乱随人语，孤苦凄灵负人问，牡丹自己
还是家逃避，宫廷飞灯龙凤榜，他无了小姐的终身。你知道功名的灯龙虎榜，我看你一定有件最好的人，总算是你此生赚到难这归，没但用过变初心，但愿得夫妻欢愉常相聚，更比那牛郎金马生飞。他妻子桃李风尘永远黑，更有那武海豪情凛凛深情，莫讨姻缘一无分，恰谁知啊君外月下有相亲，喜字自从把离来迎。相爷，我不叫那毕不但长相
公前来的事，都在他晓得的什么事？哎呀，谁要你提起这个穷鬼？儿啦，快随为娘到厅内歇歇去吧。女孩不去。哎呀，想你，妾身早就对你说过，叫那总算写下休书，好当发他走。你偏要把他留下，使劲你看。哎呀，女孩啊，你须为此心深藏，为父早已听此章。倘若叫他写休书，岂不要落骨取名而不我名扬？我今夫三代不早，怕一许才留着穷酸于后方。但等他今后复考落地恨，恰凭凌轩苍云哎呀，孩儿啦，快随为娘歇歇去吧。女孩还要玩啥一位？呀，我陪小弟多玩一回。相爷请啊，夫人请。相爷你快，夫人，夫人啊，相爷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是谁呀？尽管叫我娘子。娘子，我见你在梅花来的呀。夫人，哎呀，快来人啊！娘子，快来人啊！哎呀，快来人啊！儿呀，怎么拉死我？哎呀，儿呀，怎么了？我不知哪里光生尽管调戏我，还不要把他轰了出去！哎呀，母亲！我乱了的，小出生意枉的世俗太无理，理自己放弃，是你这等我小徒，婚姻是从此休提起。小畜生，枉为你思想门的管家儿，官在下狱好不理，快将他关花园去，当相夫永不得你。来呀，把他关了出去！慢，我自己来的，自己委屈。你呀！错了！哎呀，哎呀，
为何跌倒在地？我乃金毛蛋，因这官张相公一路自上神机马娘，故而跌倒在地。张相公早被你们关出门外，你追他做甚？我与他乃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他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作甚？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哎呀，你是哪一个啊？哎呀，长了！我是广生，我是臣，谁是你的长老？长
顾不得这许多啦。那你听，如果选天一路之上你我夫妻同款花灯，岂不是好？哎，我要看什么花灯，还是婚礼的要紧啊！长郎，既然此事都是切身故事，把长郎你气成这个样子，事情你我夫妻都快气死花灯，不上是哦。娘子不要哭了，这样啊，娘子不要哭了，这样啊。
夫去，他尽管勾引我女儿，关灯闹事，这我了得！来呀，将他们上贼位。是。苦恼，可问出身小当真，我他们欲把事提升，他尽管与我有胆于同往闹事，关花灯。当当相扶，要扯透你。相爷，我看你呀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实在你礼服上街观花灯，我母女临场。老夫什么名字君，迎面相逢快得真，你需要吩咐设备服他的端外家风红黑色。你哼！禀相爷，张相公与小姐上这位，把他们带了上来。是。你自己去看。娘子，哎呀，弟弟，下去。哎呀，母亲啊！哎呦，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，万无门风。害生命境，这还了得！来呀，将他绑了。是。哎呀，弟弟，家园，将这畜生三夜速吧。是。你怎么允这个畜生去？回房去吧。哎呀，万不是为娘为手里去。这，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小爷，哎呀，小爷，你看，哎呀，小爷，哎呀，弟弟，他是何人？怎么与我当半生一般模样？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何人？怎么与我当半生一般模样？哎呦，哼，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。
儿是你所生，你可能分出真假。我能分出真假，快去分，去分。母亲，儿是没打，母亲，儿是没打。小姨，老爷夫人，母子共相见多年，一定可以分出真假。哎呀，快去分嘞，快去分嘞！你是小姐吗？我不是小姐，是谁？你是小姐吗？我怎么不是小姐？怎么样？生出了没有啊？这两个小姐都是假的啊？难道谁是真的呀？最后没呀，我是真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夫人相爷，我带孩儿总是有肉子有苦，有肉子的小子真，没有肉子的小子假夫的。人，快去生，快去生来！儿子，哎呀，相爷，你的儿啊！你的母亲儿虽然也有肉子。夫人，儿啊！哎呀，母亲，儿是没打呀，儿是没打。母亲，哎呀！哎呀！相爷住手！哎呀，不要跑！不要跑了！跑过来！哎呦，不要跑了！哎呦，苍天，苍天呐！青葱菜草丰生菊，勤劳不是理草真。常为吾将在心，弟弟，了你尽管临家门，两女尽为一般同。我难免回家，虽是生相爷休要问上人，待妾身再去看分明，看他俩头上紫彩压云鬓，淡淡胭脂点银针，上穿绫罗上凤袄，下系锦绣百花裙，冠背叮当绕肩衫，大红绿马过山车，哎呀，才是我的亲生女。哎呀，相爷，我真难分家和身。小爷，谁是家，谁是阿生，深深的福也难分。你本是九位妇女亲，你不要小看来喷人，有朝杀生一身心，关系好你天来记定。难道你小姐，你小姐，哎呀，你小姐，你小姐，不要，你小姐，不要吵！
的情况，奉旨包大人有斩妖界厉害，待我去当修书一封请来包大人判明真假。哎呀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嘿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呦呦，小姨，哎呦，哎呀，小姨，哎呦，哎呦，正到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包大人。包大人，老乡爷。包大人，
请。方大人破命增加，真是妖孽，老鸨死有判脱。相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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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一个包大人。包大人，母曹有几位包大人呐？只此一包，平母二包。这是家园来报，是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哪来的？这怕是草包。有请，有请包大人。老相爷，莫非有满客之意？老夫正观满客，怎奈谁来了一位包大人呐？包大人，真是包什么？包正，包正。要心头恼结了正法我好笑他尽管一家乱阵把相夫遇到是不风不起浪，风起浪也高。堂堂相府怎容你来惊扰？一日莫度过回家去，对他笑。满色成见断如刀，妻子那皮肤硬骚，我都去关照。总算你刀破杀骨分到底，这其中奥妙你笑，二位大人呐，不要为了小女之事伤了二位大人的和气哟！哼，与那妖怪讲什么和气？凡事有平心静气啊！对，方大人破名增加，老鸨死有判断。来，审他来，有审他。
将来。大人用笔。我挂脸先吃所思。
匆匆地走。你现在要命心强，那是家门大，这是正门大。不，
长针带了下去。大人，你真假点的？哎呀，这个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啊！儿啊，儿啊，你对那畜生偷情挂念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哎呀，包大人，你惩罚了我的女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包大人呐！弟弟，哎呀，儿啊，快来见过包大人。见过包大人，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啊！哎呀，弟弟，包大人他是假的，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哎呀，他也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来呀，看他再要钱。早啊！
想着茫茫款语，有情者不前世生，这无情者不前世了啊！老汉，这真主有为于家。哦，那你是家中有罪吗？老汉，此位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老鸨做事相公正，岂能够贪腐权贵，为父中藏？来呀，再上阵！参见他人，上阵！有甚在？今日本堂三品夫差，用你被骗出的美旦小姐，一同违规故里。多谢他人，包大人。娘子，包大人，包起！包大人，包青天！包大人，包青天！包青天呐！来呀，当炮回府。好。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老相爷到哪里去了？包大人，要你苦身斩了。老鸨保洁谁力，不斩夫妻之忧。哎呀，包大人，回府无。老恨，难道你不理此位母亲罢了不成？听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，命张天师捉拿此妖骗了。亲娘。
这个快一点就不能了。好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为男子难测身，娘子，我和你在碧波谈团结同心，有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我与他结算恩爱，难道临别之时不把真心告诉他吗？长老，娘子，长老，你可认识我吗？哎呀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你是我娘子美代小姐呀！我不是没有胆小姐。哦，那定是光汉仙子喽！一定是光汉仙子，我乃并不谈理。理什么？啊！长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乃被波丹，我乃被波丹。李为妻，长老，长老，你听我说实情，我是前年修营才人到边浪，只因母君才华及私心真诚，有怜我夺取财富多凄凉，因此我便做谋待女郎，君地上的结鸳鸯。
元宵佳节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唱。那金葱欲将我们最为父，在相府中与两公妹旦闹公堂，恰原来呀，李公就是我娘子病。他为我尽心把命丧，多亏娘子有情理，我上贞观计在心上，想得没得爱的是富贵，那些你娘子恩爱长，成劫难觅。去躲避是带我去阻挡女人，不是姑娘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，娘子，天算来明。
娘子。
他来收我与他，尔等退下。想要看见娘娘。李玉卿，你不用惊慌，我让他来搭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言语两条生路随你选来，你愿他应还是小英？他应真的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修炼，500年后到头等仙。那他应你？他应怕雨淋上片，当时万千受苦。想要心愿他应，恰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想要你愿当时凡间受苦。那张真乃以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营，岂不可惜？哎呀，娘娘，那张真乃资深君子，想要与他海誓山盟，我是为他完成什么仙，完了什么他。据娘娘发顺心，就想要面在心，我心愿当着凡人去与张真生死宁丢弃千年道义，宁离却蓬莱仙境，我心愿虽痛苦怕下雨淋。娘子啊，我不要你成痛才苦，早兄先君自己平安无事，老夫
气上去，谁酸谁苦，心也是甜的。婆娘子，去娘娘身上。此次把玉林三篇，他赢了吧？
啊。